可是你自找的。你刚才中了我的牌，四转夹毒，7日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就会毒气攻心而死。少废话！交不出唐三藏，这里所有人都得死！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有没有兴趣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500年经历不是这么说的。 我知道你们这几天都很辛苦，但是呢，我们改风水也是为了我们牛府好，为了大家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嘛，大家一定要积极，干活呢一定要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把东西都拿好。哎呦，这不是仙子吗？我们大王正派人到处找你呢。找我？干嘛？仙子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令兄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们大王了。我哥哥？谁呀？ 你哥哥孙大王啊？那你们大王呢？牛魔王啊？哦，这么说，你大王是只牛？嗯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最喜欢吃你这种肥牛啊！你干嘛呀？ 正在回府的路上，突然，那个紫禁啊，不对，那个女鬼啊，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。女鬼，真有女鬼呀！那还有假？那个女鬼生的青面獠牙，面如铜铃，黑风他们几个瞬间就被杀了。幸亏我跑得快，我要是跑得不快，今天你们都看不着我了，我就被卡。我就说你上啊，你上啊，你们上啊！哎呀，好恐怖啊！然后呢？ 故事讲完了。什么女鬼？哪来的女鬼啊？你们是妖怪，难道还怕鬼吗？啊！再有散播谣言、妖言惑众者，我杀无赦。是，知道了。走，滚啊！散了。是不是紫霞呀？确切的说，应该是青霞。 他呀，一定是为了那只死苍蝇而来。所以大哥，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一定有救兵吗？哎呀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你妹妹这个样子，你以前知不知道？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小霞这个人格分裂症呢，也困扰我很多年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这只死苍蝇为这个地雷才赶了风水，我相信小霞呀，她一定是有救的。哎呀，贤弟呀，大哥真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啊。哎，此话怎讲？ 这就相当于一次娶了2个老婆，简直是买1送1啊！天下哪有这等美事啊！大哥，妹妹啊，简直是完美，娶定了。大哥不愧为牛中之霸呀，这个逻辑真是厉害呀！贤弟啊，你看啊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办2次婚礼，也就可以收2次礼金。我们把这些钱一分的时候，姐，哎。 我也没办法呀，谁让他那么慢？你们说的是我不像个男人。我個好漢子，每天要自強。哎呀，2位小兄弟呀，这几天承蒙你们的照顾，这是贫僧从东土大唐带回来的菩提子，常佩戴在身边，可以强身健体呀。说不定还有姻缘呢，女妖精啊，成亲呢。 这
这个菩提子特别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常常佩戴在身边呢，既可以强身健体，还可以祈福避凶啊。诸位施主，我来自东土大唐，前往西天取经啊。今天有一些菩提子呢送。小和尚，你不要乱跑好不好？没有乱跑啊！现在你看这些乡亲们呢，都是修佛之人，我们今天可以和他们在这里相见呢，也是上世修来的缘分啊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现在在给他们发菩提子啊。哎，你这个一共有多少串？啊，这个菩提子啊，一串呢有18颗。我从长安出发的时候呢，太匆忙了，只准备了200多串。所以你都要发给他们？正是。祖孙啊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，有好多妖怪来抓你啊！好，马上走。哎，施主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想修佛应该前往何处啊？都到这里了，那自然是南海普陀山观音道场啊！阿弥陀佛。哎，你是说观音菩萨的道场就在这附近啊？是啊，此处往南300里便是啊。小和尚，你有救了，我们走。啊。如果不是妖怪有多好。你的毒越来越深了，再不解的话，你这样下去会死的。解开了又怎么样？不开心，长生不老也没用。开心，就算活1天也足够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孙悟空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真的不是孙悟空，你看看照妖镜就知道。你不是他，不是。你就不怕我把你杀了吗？怕，但是我没办法。我不想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却想着另一个人。那我把你杀了。来吧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活着不开心，长生不老又有什么用呢？为什么？谁给我系的？为什么解不开呢？我来解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那么冲动，我配合你一下嘛。虽然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我绝对不会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。白天我也不习惯，晚上再说吧。晚上也好，白天也好，只要你需要，随叫随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
老天瞎了眼，我春30娘貌美如花，竟然跟这么丑的男人有了。春春，既然你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骨肉，我猪八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这个，送给你啊。是你，想不想知道唐三藏在哪儿？至尊宝，至尊宝，至尊宝！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曾。说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活得不开心，长生不老也自然。我以为你会对我跟师姐不一样，因为你们都是。全都是骗我的，对吗？在深处，大概上去是天安排。翻过这座山，就到菩提洞了。呸！不要啊！是爱不在不可惜的爱，在白云。晶晶，晶晶，晶晶。别喊了，没看见都没人了吗？他走了。非得一个不管他。晶晶，晶晶，晶晶。晶晶，哎，他有可能毒发身亡，滚下山崖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上马？为什么要下如此狠手？你这个毒妇！你打呀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任何唐僧的事情。不用告诉我，一切都是因为你而起，都是你引起的祸端。你可以不告诉我唐僧在哪儿啊？那我就把你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吃了。跟我走。大王，我们在山底下发现了白晶晶跟菩提老祖。哦，他们人在哪儿？
白晶晶身受重伤，但是菩提老祖不治身亡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把那个贱人给我带上来！看你的样子，中毒不浅呐。孙悟空在哪儿？说。最后问你一次，孙悟空到底在哪儿啊？贱人，竟敢咬我，找死！大姐，您听我说，信佛啊很重要，特别好，佛光普照。哎呀，大姐，你迷失念，大姐你冷静一点。我说没把孩子送我先生。仙子，我不能走啊！大姐，等一下再摸我啊！仙子，你看看我身边的这些乡亲，一个个命运多舛，身世可怜。这位大姐简直是生无可恋，他们很可怜的。他们的田地被本地的田员外强占了，还勾结了当地的官府，说他们没有交租金，更有甚者要把他们的女儿卖到青楼去啊！哎呀，罪过罪过！贫僧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说这些话？老和尚，我也很可怜的，你要再不跟我走，我真的被你害惨了。仙子，此言差矣，你听我说，我的徒儿悟空虽然生性顽劣，但是本性是很善良的。那位牛施主。他看起来也是一只非常耿直憨厚的牛，中间也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贫僧知道这一路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，这都是贫僧的错。不如这样，现在你就铁下心来，弃贫僧而去，让我自食其果，自生自稷，咎由自取。闭嘴啊！小和尚，来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我答应了要带你走的，总不能失信于你吧？你看啊，你们出家人不打诳语，那不是出家人难道就该打诳语吗？你答应跟我走是为了成全我，难道这不是度化世人吗？可是你是神仙啊！众生平等啊，神仙跟世人有什么区别？我告诉你，这只有打你啊！阿弥陀佛，贫僧可以跟你走，但是身边的乡亲怎么办呢？我老实告诉你，其实啊，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的。其实我真的很紧张的，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你说这种事你搁来干什么？我自己不就好了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你听我说，一切都是因为贫僧而起呀！我怎么可以把你扔在这里袖手旁观呢？正所谓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这样，我把手尾引过来的。怎么不早点用这种？走啊！
好实话，哥。你得快点走啊！不行，我还没有扣够。走啊走啊走！来呀，发钱啦！来，都有，不要抢啊！好，地上还有。这是给我的呀！给我一个。太好了！有钱了真好，大好人呐！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怎么样？行善之后是不是很舒畅？舒畅，那我们可以走了啦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加油！大王，我在机上看见唐僧了，他和紫霞仙子在一块儿，在四处发钱，我也领了一份，您看。没想到劫富济贫呐，是这么有快感。贫僧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。仙子啊，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做？我看你那么熟练，你肯定不只是第一次啊！你有没有快感啊？应该快到了吧？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不愧是我老牛看上的女人啊，警惕性很高嘛。呀，我的好妹妹呀，你要带我师傅去哪儿啊？谁是你好妹妹？哦，这么会儿就不认你哥哥我了？牛魔王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是廖二苗，他不是孙悟空。你是？哎呀，这傻妹妹啊，人家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呀！而且啊，我们抓的那只死苍蝇，六耳猕猴跟孙悟空还有区别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是六耳猕猴啊？小和尚，他不是你徒弟，他不是孙悟空。怎么可能呢？是我亲手把他从五指山下面救出来的。还有前念之我故非我，后念之我亦非我。他是不是孙悟空有什么区别呢？还，哥呀，舍妹实在执迷不悟，咱们光靠嘴说是没有用的，不如啊，我们先抓住他，等你们生米煮成熟饭，我们再说吧。紫霞妹妹，那牛哥哥我就对不住你了。贤弟，他刚才一直盯着我，还看得我脸都红了。矜持一点嘛！闭嘴！死猴子，你等着瞧！这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啊，来吧。哎呀，又打架！为什么要打架呢？贤弟啊，不要伤到我的美人儿！不要看了，帮忙啊！来了！哎呀，不要打了，干嘛要打架呢？打架就毁容了，毁容就不好看了。不要打了！哎，你糟！哎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啊！你们的弹珠玩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进步啊？大师别啰嗦。哎呀，他们在打架，你过去劝一下，让他们不要打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往南跑。南在哪里？跟你后面呢。你怎么办呢？走啊！
早点来嘛！不吃吧？圣人，快上！哎呀，不要打了，打死人了！好厉害呀！紫霞，你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。打得不错。观音菩萨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施主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想修佛应该前往何处啊？都到这里了，那自然是南海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啊。你是说观音菩萨的道场就在这附近啊？是你！闭嘴呀！杀！古惑仔呀！杀！我们只是去喝喜酒的嘛，只是走错路了而已。观音大师，我们都是慈悲的牛，不杀生的。那我们先走吧。走。孙悟空，你可知罪？臭猴子，这次看你怎么办！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你这个孽畜，答应如来佛祖，助你师父去西天取经，现在居然串通牛魔王要吃你师父的肉，你可知道，正是犯了弥天大罪，竟然还奴役你师父给牛魔王盖楼。我奴役他，谁奴役谁啊？我告诉你，观音又怎么样？不要以为我怕了你啊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说？哎，不要吵！你吓死我！你又凶我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本来自由自在过得好好的，非要把我卷进取经这种破事里来，还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啰里吧嗦的家伙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如当时死了痛快。我不躲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悟空，你打不过观音姐姐，你这打不过人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是天庭的逃犯，现在不能被观音看到，先走。啊，你不是神仙吗？你怎么变成逃犯了？我回头再给你解释，先走啊！哎呀，我不走啊！你看悟空和观音姐姐打得难分难解，那么投入，我们走了很不给面子的，一定要看完才可以的。好了，先走啊！哎呀，不要！哎，你不要碰我！让观音姐姐看我，她会生气。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没事，先走。哎呀，紫青宝剑。你们不要生气，犯了嗔戒的。悟空，你又调皮了。为师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乱扔东西。你看我话刚说完，你把棍子又扔了，捡起来，真是乖呀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紫青宝剑虽然是宝物啊，但是你把它乱扔呢，它也是会污染环境的。就算你不污染环境呢，它也是会砸到小朋友，砸不到小朋友也会砸到花草啊。你听你的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想要啊？你想要，你跟我说啊！你不说的话，我永远都不知道。你想要的话，我就会给你；如果你不想要呢，我也不会强塞给你。我们讲道理嘛。现在我数3个数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想不想要啊？3、2。孽畜！现在大家看到了，这个家伙。没事就长篇大论、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就好像整天有只苍蝇围着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不是一只苍蝇，而是一堆苍蝇围着你。飞
飞到你的耳朵里面，救命啊！所以呢，我只好抓住这只苍蝇，挤破它的肚皮，把它的肠子扯出来，再用它的肠勒住它的脖子，用力这么一拉，当条舌头出来了。于是我的手起刀落，整个世界清静。现在，你们大家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诸多借口，你根本不想去取经。不管怎么解释，也不能原谅你欺师灭祖的行为。姐姐，这就是你不对啦。悟空啊，虽然他说要吃我，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构思，他只是说了一下而已，只是想了一下，他还没有形成事实啊。你又没有证据，不如这样啊，你等他真的把我吃掉了，到时候有证有据，你再罚他也不迟啊。唐三藏，你啰嗦，我早就听说过，可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这样啰嗦。我给你金箍圈，是让你制服这猴子。可是谁知道，你居然拿它当装饰品，从来不用。姐姐呀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没有用呢？我一直都有用的，只不过说真的，那个金刚圈做工实在是很草率，前重后轻，左宽右窄，悟空带着它真的很不舒服，经常还会失眠，偶尔也会影响到我。怎么说，也算是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惩戒了。不过那个紧箍咒，我以后真的不会再念了。虽然呢，悟空只是一只猴子，但是我们作为人呢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对他的。官府会告我虐待小动物的。哎，对了，说起这个金刚圈呢，我去年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个铁匠，他的活很好的，不如我把他介绍给你，你重新打一个金刚圈，我让他给你打个折。闭嘴！闭嘴！罪过，罪过。现在啊，你也感受到我的痛苦了吗？回答我！你不要凶观音姐姐吗？哎呀，要打不过人家的才去打。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。观音姐姐啊，不如你放过他，给他一条生路啊！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徒弟，徒弟犯了错，师傅也是有责任的，你饶了他好不好啊？今日如果我不制服这猴子，无法向玉帝交代。弟子都明白呀，弟子不会为难你的。不如这样，观音姐姐，你帮我跟玉皇大帝说一声，贫僧愿意一命赔一